弟兄姊妹平安，今日要幫大家分享嘅題目叫做上帝能夠讓你從悲傷轉為喜樂。我哋每一個人都非常渴望喺我哋嘅生活當中，喺我哋環境當中能夠平靜，能夠安好。但有啲時候，當我哋越係咁樣諗，眼前生活嘅情況彷彿就好似越發幫我哋開玩笑。有時生活好唔容易平靜落嚟，淨係諗緊要喘一口氣，一陣冇諗過嘅大浪，忽然間又將我哋打倒在地。呢啲就係生命裏嘅常態。正因為係如此，聖經當中有好多經文正在鼓勵我哋，講我哋知喺上帝裏邊係冇難成嘅事，包括會把我哋嘅痛苦變為喜樂嘅讚美。先知以賽亞就曾經寫過咁嘅一段話，佢講：主耶和華嘅靈在我身上，因為耶和華用膏我，叫我傳好信息給謙卑嘅人，差遣我醫好傷心嘅人，報告被擄的得釋放，被囚的出監獄，賜華冠以錫安悲哀嘅人代替灰塵，喜樂油代替悲哀，讚美衣代替憂傷之靈。上帝答應會與我哋同在，係永遠唔要改變嘅。上帝要賜下華冠嚟到代替灰塵，讓我哋嘅生命從糞土當中，從屎堆當中嚟到被拉拔起嚟，以致原本會讓我哋覺得哀哭悲傷嘅事，家陣能夠轉為喜樂，嚟到面對，讓我哋面對極度嘅挫敗同埋挫折沮喪嘅時候，家陣可以帶着盼望坦然嚟到面對。如果我哋願意選擇相信上帝，雖然我哋有滿肚嘅苦水，有好多講唔出嘅辛苦，內心壓積咗好多嘅痛苦、不滿、委屈或者係心酸，都可以喺心裏湧出呢種嘅喜樂泉源，因為上帝能夠將我哋嘅哀哭變為跳舞。上帝能夠把最倒霉嘅事變成生命嘅祝福。我哋並唔曉得前方嘅路係點樣，連聽日將會發生乜嘢我哋都唔知。因此當我哋面對突發嘅事件，當知道上帝嘅帶領可能就在一日之間毫無預警嘅就發生，天翻地覆嘅改變，有可能係啱啱符合我哋期待嘅改變，亦都有可能係讓我哋感覺到驚訝嘅特別嘅改變。就好似係被賣到埃及嘅約瑟，佢根本就從來冇諗過佢嘅生命經歷咗好多嘅挫折，佢喺好多人眼當中睇起嚟竟然係幾咁狼狽，幾咁倒霉，幾咁衰，一連串嘅發生好多不如意嘅事，經過咗幾多嘅苦難，到咗最後尾佢先至明白其中都有神嘅美意。其實約瑟雖然可能唔知道生命點解會發生咁多嘅轉折，但係佢係確確實實嘅相信上帝，相信佢祖宗嘅上帝，佢哋點樣經歷佢，佢亦都會點樣嚟到經歷呢一位嘅上帝。約瑟好早就明白咗咁嘅道理，所以佢能夠對於傷害佢嘅哥哥們咁講：從前你們嘅意思係要害我，但係神嘅意思原係好嘅，要保存許多人嘅性命，成就今日嘅光景。約瑟從來都冇認為上帝要將最倒霉、最衰嘅事、最麻煩嘅事、最悲慘嘅事故意讓佢去經歷。但係約瑟佢絕對相信上帝，人嘅意思可能係真係要害佢，
但係神嘅意思卻係好嘅。約瑟絕對相信上帝，上帝能夠把最倒霉嘅事、最悲慘嘅事，會變成佢生命嘅祝福。所以我哋唯一要做嘅就係常常要定睛喺神嘅身上，冇轉移，咁我哋睇嘅嘢就唔一樣啦。借着苦難告訴我們，上帝仍然在掌權。喺好多苦難嘅發生與冇辦法控制嘅問題面前，好多時候我哋會搞到焦頭爛額、畫晒頭。我哋會想盡辦法要去解決，但係我哋無需時時都強求頂硬上，因為好多事情係急唔嚟嘅。就好似以斯帖時代，當時嘅以色列人民族，佢哋面對滅族之災，以色列人佢哋急到好似熱鍋上嘅螞蟻，上帝就喺最適當嘅時候出手。另外，但以理面對120個總督同埋總長嘅夾住嚟到陷害佢，就做咗一個局，連馬代王與宰相但以理都入局。但係但以理佢冇因此而灰心，上至但以理就咁樣被丟喺獅子坑裏邊，而嗰啲獅子隻隻都係非常非常嘅飢餓，等着食嘢㗎。但係就偏偏係當但以理被掉落去嘅時候，但以理冇俾呢一啲嘅餓嘅獅子嚟食。咁點解呢一啲餓嘅獅子冇食但以理呢？因為上帝出手封住獅子嘅口。所以保羅一直就強調，要求我哋只要一無掛慮嘅祈禱、祈求同埋感謝，將我哋所想、所要、所求嘅都講俾神知，神就會賜俾我哋出人意外嘅平安。當我哋咁做嘅時候，我哋擁有咗從神而嚟嘅平安，我哋就會睇見上帝嘅手繼續佢工作嘅軌跡。即使我哋就係喺最黑暗之處、最痛苦嘅心情，上帝亦都未曾離開過我哋。佢唔要我哋背負我哋負呢個苦難嘅擔子。上帝只要我哋確實知道佢始終仍然在掌權。所以我哋要將一切嘅憂慮都卸俾神，因為佢顧念我哋。上帝可以讓我哋從山窮水盡轉而進入柳暗花明。上帝嘅心意好多時候並非人所能夠徹底嘅睇透。當我哋正面對挫折、坎坷、艱難嘅時候，我亦都可能會抱怨嘅。點解我哋需要承受呢一啲嘅痛苦呢？我哋所受嘅痛苦係唔係白白浪費咗啊？可能我哋嘅經歷無意當中會成為其他人嘅安慰，或者喺我哋嘅苦難當中，我哋一邊流淚一邊讚美嘅向前走嘅時候，亦都能夠鼓勵到有與我哋同樣經歷嘅人，使佢哋明白知道困難中嘅喜樂係有可能嘅。聖經咁話，我打發到你們中間嘅大軍隊就係蝗蟲、蝻子、螞蚱、剪蟲。那些年所食的，我要補還你們，你們必多食而得飽足，就讚美為你們行奇妙事之耶和華你們神的名。咁呢度所講嘅蝗蟲、蝻子、螞蚱、剪蟲所帶嚟嘅係乜嘢嘢呢？佢哋通常被形容嚟話毀滅性嘅農作物、農業災害。呢一啲嘅災害過境之後，哀鴻遍野，災情慘重。但係上帝會喺之後賜春雨同埋秋雨，象徵上帝賜下恩典，使我哋過去所失去嘅、毀壞嘅，全部都得以補還。從呢一段聖經我哋可以知道，
上帝係恢復嘅神，佢隨時都可以施行拯救，償還我哋所失去嘅嘢。呢個例子我哋可以特別嘅喺約伯身上睇見，上帝點樣嚟到補還佢一夜之間失去佢所有嘅財產兒女，但係之後上帝補還佢嘅時候係多多嘅賜福俾佢。因此我哋喺生命當中，我哋所失去嘅，對於上帝嚟講，要佢補還絕對唔係一件難嘅事，對佢嚟講係濕濕碎。只要佢肯，只要佢願意，佢必能夠恢復我哋所失去嘅一切，可以讓我哋從山窮水盡轉移進入柳暗花明，再見一村。我哋唔可能一世人都貼地俾人按喺地上嚟到俾人摩擦。時間一到，上帝會讓我哋興起，所以我哋要專心仰望上帝，睇神點樣出手。當你懷疑人生嘅時候，要記得上帝嘅應許從來未來將有盼望同埋祝福。當你經歷咗好多人生不如意，當你開始懷疑人生、懷疑上帝嘅時候，請記住，請記得聖經話，耶和華說，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嘅意念是賜平安嘅意念，唔係降災禍嘅意念，要叫你們末後有指望。你們要呼求我、禱告我，我就應允你們。上帝唔係故意糟質我哋，故意陷害我哋，故意讓我哋去經歷災禍。因為上帝喺聖經裏邊應許我哋，同我哋講，佢向我哋所懷嘅意念係平安嘅意念啊！呢個係一個事實，所以讓我哋從咁樣嘅一個眼光去睇、去看待生命當中所發生嘅每一件事，同埋嚟到用神嘅話嚟到睇神。當我哋閱讀聖經歷史嘅時候，我哋就可以睇見上帝嘅行事方式咧，好多時候都係我哋冇辦法預料嘅，係我哋諗唔到嘅。上帝總係從我哋冇諗過嘅方式嚟到做嘢。上帝做事都係超越人類嘅想象，好多睇似係偏離軌道嘅安排，最終卻成為咗讓人擺脫困境並領悟生命嘅嗰種契機。上帝係獨行其事嘅上帝，喺佢手中冇難事，所以讓我哋不斷嘅嚟到等候佢，因為佢可以把我哋嘅哀哭轉為讚美，所以讓我哋耐心嘅等候上帝嘅時間吧。我哋所見嘅是暫時嘅，所不見嘅隨時到永遠嘅。即使依家可能你正在感到迷茫同埋疲憊，好攰，當被焦慮重壓嘅時候，當你懷疑人生嘅時候，請記得呢一份屬天嘅應許，上帝為咗你預備咗充滿盼望同埋祝福嘅將來。記得聖經話，耶和華說，我知道我向你們所懷的意念是賜平安嘅意念，唔係降災禍嘅意念，要叫你們知道，叫你們末後有指望。聖經又話，我們這至暫至輕嘅苦楚，要為我哋成就極重無比永遠嘅榮耀。原來我們不是顧念所見的，乃是顧念所不見的，因為所見的是暫時的，所不見的才是永遠的。乜嘢係我哋睇得見嘅嘢呢？生老病死、權力、財產、財富、壽命或者係福祿壽，呢一啲嘢都係我哋睇得見嘅嘢。而我哋所睇得見嘅呢啲生老病死、權力、財富、壽命、福祿壽等等，都係暫時嘅。我哋所擁有嘅都係好短暫嘅，都會失去嘅，而且我哋攞唔走嘅。只有我哋所睇唔見嘅嘢，在永生我哋睇唔到，聖靈內住我哋心裏，我哋睇唔到，
上帝嘅愛我哋睇唔到，上帝嘅保護，上帝嘅同在，神與你嘅身份、天堂、上帝嘅榮耀等等，呢啲嘢都係我哋睇唔見嘅，但係呢一啲嘢先係永遠嘅。所以我哋要追求嘅唔係暫時嘅嘢，唔係會失去嘅嘢，而係要追求能夠存留到永遠嘅嘢。但願使人有盼望嘅神，因信將諸般嘅喜樂、平安充滿你們嘅心，使你們藉着聖靈嘅大能力，大有盼望。聖經嘅話，佢若求告我，我就應允佢；佢在急難中，我要與佢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貴。所以我哋跟隨上帝係一條福杯滿溢嘅道路。呢一個祝福係喺艱難嘅時候更加顯為甘甜。讓我哋同心祈禱。愛我哋嘅天父上帝，我哋多謝你，多謝你，因為你愛我哋。我哋知道在世界有苦難，甚至人嘅話就講人生之不如意之事有十之八九，但係佢哋所睇到嘅，在佢哋睇到事情，佢哋冇睇到在雲上嘅太陽，佢哋冇從聖經嚟到睇你。今日再次提醒我哋要用你嘅話語嚟睇你，用你嘅應許嚟到睇你。因此我哋就能夠將呢啲苦難變為祝福，因為喺苦難裏邊仍舊有你嘅同在。在苦難裏邊，你冇撇棄我哋，你永永遠遠與我哋同在。你嘅愛在我哋生命裏邊從來都冇缺少。因此讓我哋定睛在你嘅身上，幫助我哋咁樣感恩祈禱，奉靠耶穌嘅名。阿門。惟願主賜福俾你，保護你；惟願主用佢面上嘅榮光照你，施恩與你，賜你同你一家平安。我哋下個禮拜再見。